要。双手五指并拢，指尖相碰，在身前向内动。手语笔法：我去玩要。中文意思：我要去玩。手语笔法：明天开会要。中文意思：明天要开会。不要。双手五指并拢，指背相碰，在身前向外动。手语笔法：他来不要。中文意思：他不要来。手语笔法：加班我不要。中文意思：我不要加班。能。单手四指并拢，弯起先碰反侧胸口，再移至同侧胸口。手语笔法：我帮你拍照能。中文意思：我能帮你拍照。手语笔法：他工作能力烂。中文意思：他工作能力很差。手语笔法：明天下雨可以能。中文意思：明天可能会下雨。不能。单手握拳在身前左右摇动。手语笔法：明天我去开会不能。中文意思：明天我不能去开会。手语笔法：这停车不能。中文意思：这里不能停车。有。单手五指并拢，在身前向外动。手语笔法：他工作有。中文意思：他有工作。手语笔法：昨天我去开会有。中文意思：昨天我有去开会。双手掌心朝上，在身前重复将五指合起。手语笔法：昨天他来开会没有。中文意思：昨天他没有来开会。手语笔法：那男高没有。中文意思：那个男生长得不高。手语笔法：那女漂亮没有。中文意思：那个女生长得不漂亮。
单手五指掌心朝前，在身前重复合起。手语笔法，你身心障碍，证明有没有？中文意思，你有没有身心障碍证明？手语笔法，他结婚有没有？我不知道。中文意思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结婚。检查，单手时，中指弯起在脸前绕圈动。手语笔法，做完检查要。中文意思，做完了要检查。手语笔法，如果身体不对，去医院检查要。中文意思，如果身体不舒服，要去医院检查。申请，一手五指并拢，另一手食指伸直点齐掌根向外推出。手语笔法，你想申请什么？中文意思，你想申请什么呢？手语笔法，我申请身障证明要。中文意思，我要申请身心障碍证明。签名，一手五指并拢不动，另一手拇食指捏起，以另三指指尖点于手心。手语笔法，请在这签名。中文意思，请在这里签名。手语笔法，游泳训练，我签名要。中文意思，我要报名游泳训练课。